接下来啊，我想当然啦，文学同社会运动，还有就是讲，我每下有判动到的法统，从下不头有啊单位不写出来，当然从跨领域也讲跨界到跨多语言也都该法统，从下我因为台湾运动也做来，我作品底度嘛有加减，对也都现象有去做发表，因为什么讲就是讲，因当然来讲我判过当多场的所以讲艺文的沙龙，当然嘛策展嘛当多，包括台泰的诗歌节也都。当然，欢喜班戏团，彭雅玲，导演伊唱其嘛同样个作品，能去讨两位，带出去国外，本个马大莲娜艺术节，同加拿大个艺术节，本大家来做朗诵。我想嘛，係因為有台灣有很多嘅人才，共同。不管係用乜個形式來藝術來表現，大家共下結合，共下嚟講本外國朋友看到人台灣，也都藝術創作，我想所有嘅答辯也我從下不講我講，人唔係一個人呢，唔係一個工人來創作，佢係一個，所以講人規個台灣嘅創作者。使得本外國朋友看到，都係透過像翻譯啦，也講詩歌節也都種種嘅交流，我咁我講，佢講台灣有硬實力，可能係比如講科技那條路，軟實力可能係靠人嘅藝術，尤其文學，我看諾貝爾文學獎來講。雖然佢係一本書得獎，不過其實翻做很多嘅語言，本很多嘅國家，去大家來分享一個人類一個思想來，因為那個像講一個記錄，也講所謂的進化，進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是頭記做演講過的講，成為一個動詞，那像。人能像個人也聽同講係有活着嘛所以我認為嚟講，成為一個動詞來講，對我來講係當全因為文學它絕對不能成為形容詞，文學如果成為形容詞，能從下不講，該花瓶像一個花昂，所以文學其實應該是一個動詞。生下來能到來同我嘅文章了來看我嘅作品。